家好，歡迎收睇 G Channel HK， 我係 Michael。咁我哋香港哥斯拉影迷會 G Fest HK 咧，嚟緊會喺7月20號喺愉景新城嘅 Cinema City 舉辦哥斯拉對機械哥斯拉電影分享會。咁嗰套電影咧係1974年第一次上畫啦，咁就係機械哥斯拉咧第一次見大家嘅。咁啊已經相隔咗50年㗎啦。咁不過咧呢套電影相信咧會帶俾大家咧好多嘅震撼啊！尤其係機械哥斯拉咧第一次喺大銀幕同大家見面。咁啊，我哋已經開始咗呢個會員優先訂票期㗎啦。咁由前幾日開始啦嚇，至到6月19號咧，都係我哋會員優先訂飛嘅。咁如果你未做會員咧，快啲做會員啦，因為做會員咧，除咗有優先訂飛之外咧，仲有9折優惠。咁啊，6月19號之後咧，我哋就會開放俾非會員咧去訂飛㗎啦。咁啊，門票有限，先到先得係嘛。咁希望大家咧多多支持我哋 G Fest HK 搞嘅活動，因為我哋咧係得到日本啊東寶株式會社嘅授權嘅，喺香港係一個亦都係註冊非牟利嘅組織。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啦。咁啊，最近咧我哋亦都傾多咗幾間合作商戶啊。如果大家我哋有我哋嘅會員證咧，憑會員證咧去嗰啲鋪頭咧，都會有購物優惠嘅。咁詳情可以睇翻我哋 G Fest HK 嘅 IG 同埋 Facebook 嘅 post， 咁我哋睇翻咧，咁香港有幾多間鋪頭係同我哋有合作嘅，我可以話俾你聽咧，計埋網店拎超過30間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好，今日咧咁啊帶俾大家好嘢啊，就係機械哥斯拉。咁啊，既然我哋嚟緊會播機械歌啊，咁今日咧我哋都帶咗啲機械歌嚟。同大家分享。咁呢隻就係Bandai 出嘅，即係金雲嘅機械哥斯拉1974年嗰隻。咁啊，小弟喺日本託翻嚟嘅。咁啊，大家見到有機械哥斯拉50週年嘅 logo 啊，咁非常之珍貴，因為佢得一次50週年嘅啫。咁我哋今日嚟開箱。好，我哋而家一齊嚟睇下呢隻 Bandai 出嘅超合金雲機械哥斯拉究竟有幾正啦。咁首先睇個主體先啦，都真係幾聚手㗎嚇。粗略估計啦，我就咁稱咧，應該都超過1公斤嘅。咁佢嘅合金比例非常之高。咁大家可以睇到咧，佢嗰個面頭嘅塗裝咧都有做一啲舊化嘅效果。你見咧嗰啲邊位咧，其實啲線條嘅部分咧都有啲金屬啡啡地色咁樣，好似有啲好似生鏽啊或者咁樣嘅塗裝啊。咁另外有啲位咧都呈少少藍色咁撞上去咧都好有金屬感覺。咁佢嘅合金比例好高啊，啲背鰭都好尖下。咁另外就係睇下佢啲關節咧，絕大部分啦都係一啲主要嘅關節都係啲齒輪關節。咁喺啲手同腳嗰啲接駁位咧佢係模仿翻嗰個電影裏面咧做咗類似少少一啲風琴咁嘅效果又唔阻礙到活動嘅佢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夠懷舊啦個感覺，同埋咧好正，原來佢識發光對眼識發光，同埋咧有聲嘅。咁我哋一陣間就換電去試下，因為佢出廠嘅時候咧就唔包電池嘅，咁我哋要另外配。咁講埋啲配件先啦。咁就有呢個佢可以做到飛行形態。飛行形態咧，佢就係兩隻手伸直向後啦，咁條尾都伸直埋，咁個頭就向前，所以咧佢就加咗一個飛行形態嘅頭部去配件去更換啦。另外就係呢個飛行形態嘅尾部，因為佢條尾都伸直晒，咁一陣間換落去試下。咁另外就有一個地台，咁後邊咧仲有一個 step，個 step 咧就加埋呢一個透明件，攞嚟做咩嘅咧？就係托住佢條尾因為佢條尾咧都有翻上下重量。咁如果冇咗呢一個地台同個 step 咧，佢未必佢企得咁穩陣。我驚佢一陣跌咧。如果呢隻嘢咧一跌咧，我覺得佢肯定會崩，因為佢本身已經好重，所以咧就超合金就有咁嘅少少嘅憂慮。咁大家咧就要留心啦，玩嘅時候。咁佢嗰個地台大家睇下啦。佢個地台咧，如果吸咗落去之後咧，其實佢條尾咧係啱啱好試落去嗰個透明嗰個托度，咁就會企得非常非常穩陣完全係唔驚跌見咁樣都唔會點喐嘅幾好。咁呢個地台攞嚟 display 就真係一流啦好，咁另外仲有一本全彩色印製嘅說明書啦。咁一揭開嘅時候可以睇到佢嘅介紹啦佢嘅機械哥斯拉嘅背景啦，同埋呢隻超合金雲究竟有咩特別效果譬如你見到打開個
心口咧咁入邊都有盞燈啦。咁另外眼有燈啦，同埋有唔同顏色嘅燈添有黃色啦，有藍色。咁模擬翻佢咧出死光嘅時候嗰個顏色啦。咁另外亦都有其他教你點樣換電池啦點樣 set 嗰個地台啦。另外就係究竟點樣換嗰個飛行形態嗰個頭同埋尾咁簡簡單單咁，但係都印刷都好精美啦咁另外原來佢咧唔同嘅背鰭咧係攞嚟控制佢唔同嘅發聲啦同埋發光嘅部分非常之仔細。咁不愧係Bandai 嘅超合金雲咁佢出超合金係真係幾正嘅。咁同埋呢隻係機械哥50週年紀念版咁所以真係呢隻真係值得入同埋近排香港個價好似又回落翻啲，咁大家不妨行街見到咧都可以考慮下呢隻。咁Bandai 出嘅超合金雲機械哥。咁我哋而家咧就試下幫佢換電，因為都想試下佢着燈同埋發聲嘅效果咁換電非常之簡單，咁就喺個尾部隨便可以拆出嚟嘅。咁你見到啦，電池盒就喺呢度。咁要用呢個2粒3A 電2粒3A 電。咁同埋咧佢要用小型嘅螺絲批咧先可以開到嗰個電池箱嘅。咁好快開俾大家睇咁你如果大家有追開小弟嘅channel 咧，都知其實我好少會介紹超合金因為我主要都係玩糖膠比較多咁但係呢一隻咧，我覺得呢隻機械哥都應該係必入嘅貨之一，因為出得真係幾好。咁同埋加上佢係50週年紀念啦，咁為咗呢一個原因入一隻半隻都合理嘅同埋佢嘅價錢對得住應該話佢嘅質素對得住佢價錢咁裝好電之後咁吸下條尾吸落去都幾佢嗰個感覺咧好實在吸得好實，唔會點樣鬆。好，咁我哋咧入好電啦，咁我哋一齊睇下佢究竟啲聲光效果嘅先。咁佢開關掣咧就話非常之神秘佢係喺左邊第5塊背鰭。咁撳實佢咧就會有一啲起動嘅效果音，聽住啦大家。哇，犀利好，跟住咧睇翻說明書先。咁說明書有講佢喺唔同嘅背鰭咧都有唔同嘅聲光嘅效果，我哋試下咯。哇！直頭成隻 background music 好犀利。好，試下第二首先。好，呢個相信係射飛彈啦咁最大嗰背鰭。咁彈出嚟呢一個心口呢個蓋未有燈。好，跟住咧呢邊。呢個應該係射死光啦。你見到隻眼閃緊唔同顏色。因為機械哥師嗰個對眼睛射出嚟死光咧，佢都係有彩色嘅當年。好，呢個應該係嗰個佢個頭部回轉嗰個聲係啦。跟住有呢啲飛行形態嗰陣時嘅聲好犀利。咁咧如果撳呢個咧，就連中間嗰個心口嗰盞燈都會着。哇，好嘈下我都。OK， 好，咁熄快先。哇，犀利咁你見佢除咗眼睛識得唔同嘅有唔同嘅顏色嘅燈效之外啦，咁心口呢個蓋啦，亦都隨住佢撳嗰個中間嗰隻彈出嚟，咁就連埋着燈咁樣嘅會如果開咗電源就會着燈㗎啦。咁另外就係有其他唔同嘅background music 啦，有其他佢攻擊嘅時候嘅配樂啦，同埋嗰啲音效非常之全面咁將嗰個電影就重現翻出嚟可以。咁哇呢個 very good。好，咁除咗啲光效聲效之外，都睇下啲關節啦大家可以 feel 下佢真係，尤其係膊頭齒輪關節，咁咧手臂咧就係360度轉嘅咁前臂咧佢都有大約90度嘅
幅度手掌咁就不過手掌就唔可以360轉啦。咁啊，可能都礙於佢嗰個設計嗰個限制啊。咁啊，右手都非常之重啦。其實佢對手已經重㗎啦嚇。佢合金嘅部分咧，其實係前臂啦啊，上臂呢度都係合金部分。好，咁啊，主體咧就都有部分嘅合金啊，主要集中喺嗰個hip 位啊，呢個位髖部。咁啊，尾巴係膠嘅啊，尾巴全膠嘅，因為佢要拆出嚟換尾。咁啊，腳啦啊，腳咧大髀係膠嚟嘅。咁啊，膝頭哥個蓋啦嚇都有少少活動，因為佢要就翻佢嗰個嗱，我頭先介紹嗰個風琴位啊，咁啊模擬翻咧電影裡面嗰個皮套嗰個設計嘅。咁而小腿咧，小腿就係合金啦，哇，好重啊佢對腳。咁啊，成個腳掌都係合金添啊。點解會知咧？因為你隻手一摸落去咧，如果你 feel 到係凍啲嘅咧，嗰個位就係合金。膠咧係唔會凍嘅啊。咁啊，腳嘅關節就真係唔係喐得好多啦嚇，尤其個hip 位咧就真係幾乎只可以 rotate 就做唔到一啲咩踢腳嘅動作噶啦，肯定。咁只可以轉啦嚇，個 hip 位斜斜地咁轉咯。咁啊，膝頭哥呢個部分咧喐咧，其實都唔係好多角度可以喐到嘅啫啊。不過你都唔預佢點樣做一啲好極嘅動作啊。咁就你話可動咧，其實就一般啦嚇。可動嘅地方集中喺上半身，頭部可以360度轉，因為同電影一樣。咁另外咧個口可以打開啊。咁啊，佢好仔細嚇，佢個口入邊咧嗰兩支飛彈都有做到啊。咁啊佢嘅賣點，我覺得第一重身啊，用合金嘅比例好高啊，抵玩嘅。第二就係佢嘅聲效光效啦，當然係啊。第三就係可以換飛行形態喎，我哋又試下。咁啊個尾巴掹出嚟，咁啊換翻咧飛行形態專用嘅尾巴，就係咁吸落去，非常之簡單。然之後咧隻腳都係向後伸直，手亦都係向後伸直，垂低就得㗎啦，基本上啊唔難做嘅。好，最緊要就係個頭啦。個頭咧都係就咁掹出嚟嘅啫，咁啊換翻呢一個飛行專用嘅頭，又係吸落去，哇，咁就完成咗啦，非常簡單啊。不過我覺得咧就如果飛行形態嗰個地台可以支撐到就最好啦。咁啊支撐唔到都咁啊唯有揾手托住，哇，冇話揾手托住都幾重真係啊。咁啊你睇翻咧佢嘅說明書咧啊。大約個樣就係咁樣啦嚇，咁佢都幾忠於原著。咁啊飛行形態嘅時候咧，佢嗰條尾咧，你如果有仔細留意咧嚇，佢都有變咗形嘅啊。咁就幾好嘅，真係做得啊！睇下佢可唔可以着燈先，有試下。好，咁啊眼睛係邊個掣咧？我哋睇埋呢個先。唉，唔識日文咧都比較蝕底嘅真係。唔緊要啦，逐個試啦。好，睇下呢個。識閃嘅，原來喺呢個位啊，但係放死光嗰個，即係話咧，佢就算換咗個飛行形態嘅頭咧，佢都仍然係可以着到燈嘅啊，非常之好。好，哇，呢個真係好重啊！好，今日咧就介紹到呢度先嚇。咁啊小弟真係唔係好識介紹呢啲超合金，咁啊介紹得唔好，大家唔好見怪嚇。咁啊呢隻就係Bandai 出嘅超合金魂1974年嘅第一代嘅機械哥斯拉啊，呢度寫住 MG 嘅Mecha Godzilla。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啊，同埋咧記得入場睇我哋呢一套哥斯拉對機械哥斯拉呢個電影分享會，咁啊將會喺7月20號喺愉景新城嘅 Cinema City 舉行。咁啊會員嘅話快啲報名啦，因為咧會員有優先訂票同埋9折優惠。咁未做會員嘅快啲做會員啦。我哋會費永久會費都係50蚊啫。咁我哋有超過30間嘅鋪頭咧係同我哋合作，有會員折扣優惠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啊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呢個我呢個G Channel HK 呢個YouTube 頻道，咁啊可以subscribe 啦、like 啦、share 同埋留 comment 俾我。咁我哋下次咧就再介紹其他嘅產品俾大家認識更多機械哥斯拉因為呢2年係
機械哥斯拉嘅50週年啦嚇，咁機械哥斯拉總共有2套啊，1974同1975。希望咧我哋嚟緊播完1974呢套之後咧，好快就播埋套1975啊機械哥斯拉嘅續集。咁啊，希望大家中意，記住 CLSS 我嘅 page 同埋follow 我哋香港哥斯拉影迷會嘅 IG 同埋 Facebook page。Thank you，拜拜。